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又嚟到子華換馬槍嘅時間啦。咁啊，剛剛完成咗9場谷草野賽，又同大家講跟進馬，順便傾傾騎師表演啦。先同大家講嗰條跑道先啦。咁嚟講 B 跑道，好地至快地。留意一樣嘢啊，有鴛鴦地啊。頭半場咧，佢開始見到咧跑完嗰場啊，第3場咧，哇冚到 Black Jack 嘅龍船快都可以用咗後上方式嚟咧上到命。你可想而知出邊冚嘅馬旗號，反而咧落到熱門嘅魔法速遞喺入邊輸2個幾馬位，究竟個配備唔啱啊，定係點樣咧？咁我相信個地真係影響好大，因為之後嗰啲咩新力嗰啲咧，完全冇乜發揮到水準嘅。咁當然啦，去到壓地之後咧，咁又好翻少少啦。你見到入邊開始有啲衝嘅馬都 OK 咁樣啦，咁但係依然咧出邊冚嘅馬咧都係啲優勢咁樣。咁你見到啦，用霸龍呢啲咪啦，全程走個外跌咁滯咧，都可以跑翻個 pace 翻嚟。係其他馬水啊定係點咧？咁當然啦，我覺得佢臨尾加速個幾步真係坐加速版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啊，騎師王方面今日嚟講咧，就希威森咧咁啊，哇發威喎係咪？6隻坐騎咧就2米2個 pace， 咁終於開下工啦。我諗騎功又唔係特別差嘅呢位騎師，不過咁嗰啲叫做退馬啲意識咧，真係好欠奉咯。今日嚟講就啱佢嘅時候，咁咪發威咯。另外細潘咪2米1個 pace 咁樣啦。另外巴道咧真係陰你啦啲飛啊嘛，早飛同大家講，哇落到20倍俾你，落到13又落到9倍啊嘛。結果咧16分，春風萬里丁係嘛，魔法速遞丁係嘛，咁啊真係都係玩死你嘅呢個騎師都好難倒喎，只得到。潘頓啦都係熱門啦，都係齋搏希斯啲馬啦，你好明顯見到，因為啲飛希斯啲馬啲飛咧係熱啲嘅，咁啊熱過黎挑星嗰啲咧，卓爾善豐啲同大家講早飛都唔得㗎啦，啲飛即係冇理由咁冷㗎嘛，啲馬就完全冇飛到。咁另外今日嚟講咧，阿周俊樂都開下工咁樣，爆嘅爆創新，其他上面常用啦，曉峰啊呢啲都跑啱晒咁滯嘅咯，我都覺得都。咁啊另外阿少禮諗住全日冚旗啦，好彩臨尾都補翻隻吹紅咁解嘅啫。另外賀永年都落飛，不過咁有2 pace 啦，4隻有2隻有上到尾都算係咁。不過緊新力咧，我又同大家講一講嘅啱啱會嚇。咁啊，另外練馬師方面今日嚟講咧，就阿廖康銘啊30分啊，咁好彩咧，臨尾攞12分頂住啊姚本輝同埋希斯，咁啊結果咧就緊緊啊做咗啦。咁當然啦，我覺得希斯其實都搏嘅，有啲馬到你見到氣眼光嗰啲其實唔係嗰隻咁嘅連貫和冚上嚟啦，佢應該有位置嘅咯。咁結果咧就跑嚟4分嚟就冇咗分啦。咁呢度已經其實都爭緊4分㗎啦喎，咁啊4分已經爭好遠㗎啦，因為32啦嘛，太陽勇士係搏失咗咁樣咧。另外啦，高東尼咁啊2 win啦，不過實啦，因為咧佢係2號仔嚟㗎嘛。另外咖喱仔就失望啦，春風萬里非常之失望啊！咁啊落飛落到咁之下咧，就完全咧嗰個走勢方面咧，好似有啲欠防咁樣嘅。咁另外其他馬房咧就冇乜特別啦，有啲馬房冇開工㗎啦，Michael 井嗰啲就完全係冇開工啊，韋達啊呢啲咪睇得出都好似冇開工。不過咁冇開工話冇開工，光輝所願咧都其實都跑得幾好㗎啦，見阿邦文都真係有落邊啊旗下咁樣，咁真係可能。即係播得太多咁樣啦，但係始終佢都係追翻近，都係跑啲第4名咁解嘅啫。好啦，今日嚟講咧，講翻個正題先啊，咁啊就係同大家講一講啊，起旺區嗰場賽事。當然咧，起旺區嗰場賽事咧，焦點一定係新力同埋起旺區㗎啦。咁啊，由頭到熱到落尾咁就有新力到臨尾咧27蚊開跑。咁啊，我就唔同大家講話佢點解哇咁跑咁差，但係我就有一樣嘢嘅啫，睇一睇下騎者賀永年嗰個意識啊。佢跑第5場嘅場次，留意下跑第5場啊！佢而家守一個2碟啊，藍衫呢隻就係嗰隻新力啦。咁啊，沿途個位都 OK 啦，係咪先？因為都係跟翻前啲。其實個步速唔係又話特別快咁樣嘅，但係咧見到騎者咧好決心咧，一嘢已經係抽入去啦。因為可能見到雲來五寶壓埋嚟咧，冇乜位咁樣啊。咁結果咧，哇！一抽入去咧就走咗個不利地啦。咁你見佢死騎爛騎都好啦，完全冇追勢，反而出邊嗰啲咧起眼光啊、雲來五寶啊，跟住起旺區啊，甚至出邊嗰隻係連冠王，哇！冚到啊 Black Jack 咁樣嘅。咁結果咧，佢自己戇鳩鳩咧就走得埋爛嘅，係嘛？你本身2碟噶嘛，點解臨尾入到直路反咗跑咗埋爛嘅咧？咁呢啲又覺得奇奇怪怪。咁當然啦，臨尾啲飛覺得硬淨嘅話，新力其實都唔夠隻起旺區硬淨，又係嗰啲方正關係啦，到10個半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呢啲馬其實有機會2入去，其實可以揈出去，但係點解要刻意攞翻入去跑咧？我自己覺得比較奇怪少少。咁啊，又係啲咩飛行為咯？如果冇新力嘅話，可能隻起旺區可能已經係20蚊嘅馬。當然真係有時係咩啊？間有間輸，你咁樣咩飛法，咁樣佢其實都係輸埋。因為嗰年起旺區真係比較難贏少少嘅。有時候睇到啲賽果咧，真係得啖笑。啲飛係勁係嘛，27蚊10個半 pace 啊嘛，10個0半 pace，咁我真係間有間輸咯。
好啦，咁啊講完之後咧，其實我都想講講第8場嘅賽事啊。咁啊3班1800米呢場賽事咧，其實幾特別嘅。留意一樣嘢，有啲馬應該走嘅話，又冇走到，係嘛？開心勇區咁當然啦，開心勇區上場跑嗰場2000米咧，高東尼已經係將個策騎指示咧，麻煩你唔該留後啦。其實都已經係幾離譜㗎啦，即係你話將個策騎指示竟然留後，其實呢啲咁嘅馬咧係放頭㗎嘛，係咪先？點解會留後咧？好啦，咁你翻嚟跑個谷賽事啦，你贏馬嗰陣跑啲1650係擺喺前邊嘅，點解今場賽事，喂，你喺邊啊？7、8位喎，3多手7、8位喎，係咪先？奇奇怪怪，金區永騰上場賽事又係放嘅，今場又留翻住先咁樣，所以你時候都唔知呢啲馬咧嗰個跑法係點樣，你試完未咧係咪先？你唔知咁你所以我哋咪呢場賽事應該有啲步速啦，開心勇區啊、金區永騰啲馬都走啦，係咪先啊？咁應該傑測群英就冇咁順利擺低前啲位置啦。咁結果你唔好理喎，佢又係咁樣喎，結果俾佢定翻個希士翻嚟。咁究竟希威森開工啦，定係其他戰友幫忙咧？咁大家心中有數啦。有啲馬應該走嘅時候咧就唔走，相反咧要留嘅時候咧，有時候廢咗佢係嘛？咁呢啲賽果係不能夠接受咧，講真都係咪先啊？咁當然賽小組一定會問一問啲練馬師嘅，咪講翻靠策騎指示留後咁樣咯，嘥氣啦！即係講真咯。假設又係問啲觀眾一個問題啦，開心勇區同金區永騰，我話俾你聽，今場留後作戰，唔好講金區永騰啦，可能都未確立跑法。開心勇區，你留後跑，你會唔會投注先？我梗係唔會啦，大佬係咪先？你搞笑咩？咁所以呢啲咧。真係咧冤枉錢嚟，因為你第一步諗住你擺喺前邊，其實都已經係咁樣，第一步已經錯咗啦。點會話真係贏到錢咧？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有時候咧，呢個香港賽馬就係咁樣。所以永遠咧，我都覺得咧，策騎指示咧，只不過而家攞嚟解釋一切嘅啫，係嘛？你有時啲馬都係嘅，即係嗰啲跑法上面有個疑問，哇！練馬師啊幫你打完場啦，出嚟都係嘛？咁所以啲騎師就係冇事咯，咪繼續安守本分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咧。好奇怪，我覺得呢個香港馬圈嚟講係嘛？好啦，咁嘅信源啦，係嘛？新力同埋呢個嘅英放啊留後嗰啲馬咁樣啦。好啦，今日嚟講咧，賽報稿比較遲出少少，咁啊整翻跟進馬俾各位觀眾去介紹一下啦。咁呢個馬咧就冇乜飛咁樣嘅，亦都今日嚟講咧就都唔預佢會跑得好噶啦，因為咧揾到阿潘頓上去執嗰樣都冇乜飛。就嗰隻第7場嗰場賽事675啊呢場場次嗰條猛將興。咁當然啦，佢排一個9檔出閘啦，咁樣留後噶啦，元曹都你見到都尾咁樣啦，真係競爭機會都比較欠奉啲，仲要跑1200啦。最尾嗰隻3號紅衫嗰隻就佢啦。留意下呢場賽事咧，好難改變位置嘅，因為嗰隻千杯競典咧俾佢監到勁慢翻嚟，就算Even擺咗拍隔離嗰隻咧紅衫嗰隻啦，光輝所願都係得個緊頸4嘅啫。後邊咧就係嗰隻落河啦，落河又唔係好明嘅，點解唔放呢場賽事，鬥翻住俾千杯競典埋，呢啲就拗晒頭。認最尾啦，臨一啲飛就唔夠硬淨㗎啦，咁可能嗰場賽事真係搏咗個冷門咪睇頭咁樣咯。另外星火燎原落飛落得好勁嘅，結果咧俾佢頂翻個第2名翻嚟。咁留意下啫，第3號嗰隻啊，猛將興紅衫嗰隻啊，咁啊沿途咧都係咧，你見到跑線方面咧冇辦法啦，都係入邊啦，唔通飛出去咩啊嘛？好蝕嘅啲跑線度。仲要咧，你望到佢啊！入到直路，慌死你走光咁啊，貼住條欄跑。咁當然啦，你見到出邊其實啲馬咧都唔係好有追勢，因為啱講過冇乜點改變到嗰啲馬位嘅。但係咧，起碼呢個馬將興咧叫做擠甩咗後邊嗰啲形最美麗咧，好精神啊，貴人人生啊，呢啲馬致勝攻略嗰啲馬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場賽事裏邊咧，呢隻馬將興咧稍為係值得跟進。同埋呢匹馬將興咧，大家留意一下。其實曾經咧唔係啲草地度走過光，喺泥地入邊走過光嚇，輸4個馬位嘅啫，識追嘅呢場賽事。你睇下阿希斯會唔會有一場賽事屎忽痕，因為步場泥地咧你又真係可以留意下呢匹馬將興啦，係嘛？試過一場㗎咋，之後一直都跑喺草地啊。咁呢馬咧今場咧揾到潘頓跑咗10倍嘅，即係話俾你聽冇飛啦，係咪先？冇飛係咪啊？等下次咯，跑翻好啲嘅檔位呢隻馬咧，我相信咧會有啲截然不同嘅表現啦，同埋走咗個不理地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咧介紹呢隻馬將興咧，作為呢咁個今日嘅跟進馬推介俾大家。